真正深入后月，所以千方百计想得力作假。一只红白的假子马通知阿伯，自家写出一封信，预备寄给了世君们，让世君和侬自家举出来了。想得美好，不晓得这封信老早落得是露露抽屉里向的。阿伯心里想得意，该桩事体我做得漂亮，非但大小姐不自家一嚿钞票，二小姐感激我不收生，我一面打响两面光。这种动地用了让正所谓笼里向被子发上一粒，那是我欢喜杀人马上。不晓得哈，你讲不几日天，今朝出事体了。今朝阿伯跌打出从本的落入房间里向，哎呦，董小姐出大事体了！隆那哈，这2日天已经阿拉发寒日，搿来水节日里发送宽心是半夜开门不吃惊。自从巴士总裁起母子妹妹不说那个搿个人会得日夜心神不定，虚后什么？现在不能阿伯汪汪一声嘛，干吼，嘎啦啦啦啦的上来了。阿爸，杜小姐，我做啥啦？菜不烧啦？侬不要喊人家，不是天火烧。搿么哪能啦？二小姐出事体了。信息了啦？不是个，侬我搞呀！你搞呀，不是死的，别个差不多了。哪能桩事体？我讲给侬听呀。侬不是叫我一封信骗骗二小姐？对个。就讲寄出去嘞。怎样？我对讲上你没相信哎。怎么好嘞？到后手里不对嘞。啊。今朝十三路里问我，说个阿宝啊，侬搿封信到底寄出去伐？搿么侬哪能讲？我当然讲寄出去个咯。对。我寄出去嘛，伊就问我嘞，伊讲侬寄到何里去个？嘿。我对伊讲寄到大饼油条摊头旁边一只绿颜色个邮筒里向去，对呀，对伐？侬晓得伐？留下来问我一声，侬贴几钿邮票？哎呀，侬哪能会得呀？侬没告我呀？搿侬还要讲个呀？我哪能晓得你？我有搭头哎！我讲啊，几就要贴邮票个？我没贴，我就对人家读经济个。你哪能？那么伊不好嘞。听见搿句闲话之后，眼睛往头背骨里一牵嘛，洗过去了。哎，侬快点救呀！侬不要急，我阿婆了还没事体个。我拿伊救转来了。搿救转来嘛，勿是没事体了。哎，人救转来，事体又大哎。又哪能了啦？哪能嘛？二小姐一日到夜不吃不喝，闲话一句没。我跑到里向就叫我滚出来。杜小姐。跟侬下去真的要出事体个，老早想想办法呀。得计也就讲，妹妹必须我晓得个，看上去分分正正说过这个字，我谁来讲？搿封信虽然讲不就是，但是意思蛮清个，是叫世君努力举出作个。那里搭信也不举出去嘛，里当然里搭4个信也也有着了。一想信，搿么根本随那封信来了，嘿。不爱了，阿爸。杜小姐，急啥啦？哪能不要急呢？我有办法的。吹内拉开，拿出封信，那我拿去。啥么事啊？交给二小姐。一口嘛，一封信，世君记得嘞。搿些辰光封信拿出去，谁让加上的？杜小姐，哪能啦？侬不要打牌好伐？搿封信现在是我交给二小姐，要出大事体个呀！侬懂啥啦？哪能啦？这个就叫心病为将心药医。真啊！我告侬讲，一定要让二小姐看搿封信，看了之后，伊个毛病就会得好个。真啊？是伐？晓得。虽是将信将疑，搿封信毛身薄片，代代好不要紧到厨房间里向，托出一只盘，盘里向一三锅子粥。边浪向2只锅做些菜，拾到该打电话室，门一开，二小姐，侬这能样子不来事的呀！一日到夜不吃不喝，要饿死脱该，吃点么事。搿么真正的非你俱会，等辣盖他过个日脚比死还要难过。拿地白白走，咦！二小姐，我晓得搿桩事体侪是我勿好，我别过昨日子我到
巷屋里去看老太太，看见台子浪向有封信，外人讲拨我听的，搿封信是南京圣先生寄得来的呀，我就容易偷得来嘞。哎，李小姐，我的个也是将军所追的呀。南京来的，使君还信啊？信了的哒。也想我们一个对问。哎呦，当心，李小姐，侬当心来，搞我来，给我来哦！要去搭理皮头，给哈么？搿封信来让你门前铺一铺平。李小姐，侬慢慢要看啊。真正大喜我大手里。其实搿封信已经拆开来着，搿真正哪位之意呢？是，信纸吹出来，对上头一看。我最想念的珍珍，看得珍珍眼里的眶而出，也问他世君的皮带子，世君啊，你想我何尝不想你呢？不晓得搿封信哪写啊？不能。谁月挂窗西，思你真泪离落笔生死岂为女，心儿只把你一人去，我是否心你命难为啊？有空他见我伤神病死天，我是心结之中已得水，却是心扉吃醋离，我是女朋非能把心一变，心如石马瓦根皮，口见你非后东巴心意结，
我是非分居上非分会非分是这在心底，我是十二否为难明，我与你两地个心儿里地脚天涯心思起海口神来大天边，白牛的平地花开那一天。珍珍，你要等我，你一定要等着我呀！这封信看得真真泣不成声。世君分马之怒，你还是想当我把你的来？世君啊，只要有你，你一定会来寻我的。阿宝，你小姐，谢谢侬。一口大菜叫石头有道理吧？啊，你们比这个样子，看上去有希望趁热打铁。你小姐，不要难过哦，不要难过。随便啥个事体啦，总归有办法的。现在阿拉要等机会，等到机会来了以后，我阿宝一定想办法帮你忙。哦，现在顶顶要紧，身体要养好，晓得吧？来，你小姐，请我说，请我说。自从这个一刻开始，真正不想死了。世君这封信就像八辈一样，一天一颗黑纸变的。心里在那想，世君该在上海，谁会来看我？见不到我人，一定会到他阿姐屋里来寻我。他是阿姐不帮你排队，世君是绝不会罢休的，自家女婿可以排队的。所以真正的精神，一年哈一年，一年哈一年。但是今朝不对，吃少吐少，一个人难过是难过的不得了。啥名字哇？可是会当脸的，还是请医生。等到医生一来，把你记住来嘛，总算松子一口气。你想想，侬放心啊，侬没啥毛病。反过来要恭喜侬，侬有戏了。哈！真正听见这句话，哈比欧来决定啊！对待起来对蓝天要忙，人人侪是。蓝天也是再公平的，但是你对我真正不公平。我真正做错啥个事体，你上去也能所有财力侪搞到我身上的。呸！呀，上天！
从搿一刻开始，真正彻底失望了。到比里个三奴，我一路杀去，所以就开始让来死的。非但没事不吃，为气个酒店忙着自家肚皮浪，可这个来事个，三奴就被他敲脱个，阿爸急得不得了，要接一个屁的奔到那房间里向。哎呦，董小姐，不得了了！阿爸哪能啦？出大事体了呀！啥个事体啊？电能上电能丢电能放电能圆，搿个女小姐非但不吃不喝，现在就啥个天天的靠肚皮，搿个小人要不依靠这个呀！路路上上来，始终妹妹鱼子细水带着吹嘘。啥天么？啥讲以来，妹妹啊，恁只能够死心塌了，等了作家了。总在啊，我们松手对你有交代了，作家有会，我自家还有是开房子。啥你晓得呢？妹妹现在折磨自家，分明跟小人的废话，搿哪来是叫一气一句一阵狼我说来嘛？哎呀，再这样下去，我的命得也不保着。那现在哪办？这是一这个小奴要搬来了。阿宝，杜小姐，侬也晓得，真正现在根本就不要看我这个人，我做阿家的闲话讲不上，作家还有后台没后台，看上去要看老天爷阿帮这个忙了。阿宝，哎，我拜托侬桩事体，啥个事体？真正还是肯听侬闲话的呀。哦，侬跟我去讲句好闲话，随便哪能，这个小人要保罗里，让伊养下来，好吧？就我想办法。是呀。这个，好，杜小姐，侬放心，我阿婆总归想办法。哦，我来想办法。啊，是不是阿爸晓得清楚的呀？该桩事体如果二三家有13上两头，总在大三家，我阿爸才要受到报应。虽然办法会分享出来，但是先答应我来再说。你这老规矩，等到下半日们学堂里向放学，阿爸就要到学堂门口在中在个门就走的。在自走的两高头回转来路浪向，看见小奴嘛，哎，顿身一击，但不是让小奴身上，我来动动脑筋看。那么对大家讲，咋的？真正阿姨也欢喜，是我欢喜的。搿个既然这个样子，我跟你讲啊，现在那个爸爸，娘的真正阿姨，真正阿姨非要我在心西头，娘舍得，是我不舍得的。那么既然不舍得，你想办法去求求真正阿姨，真正阿姨顶顶欢喜你阿姨什么，专心听那个闲话啊！我去求小奴呀，来得个天神一口答应，等到回到屋里去开药饭嘛，功课才不做。跟着阿伯大概打地下室门口一只小凳子门口的一放，他搭上的，上头一首小唱，汽水上头的往打。真正阿姨，我是啥的？侬小窗开开，我有闲话跟侬讲。真正阿姨，真正一听，再见，总在个男，你来上去讲。接过来，拿手小窗一开，咋的？呀哈得了！傻鸡们，是不是该些辰光的真正各种样子狼狈不堪，头发蓬松，面容脸在，衣衫不整。哎呀，好个了，这个才是我心目当中的真正阿姨呀！小奴眼里要下来着，真正阿姨。哎呀，嫂弟，侬哪能啦？受啥委屈了？侬搭阿姨讲。真正阿姨，嫂弟，我晓得哦，阿爸既不好，你欺负侬啦。哎，当然归了该打。既是个坏人，既是坏人啦。说你个小奴也懂个。咋的？真正阿姨，阿姨想要侬。真正阿姨，我听起来讲，侬不想我来，侬要心细了，侬不好洗个。我晓得个，现在侬肚皮里向
还有个小弟弟呀。本来地气显奴们真正的很也用啊来着。表弟妻，我要一死。真正阿姨，侬不好叫你死哦。真正阿姨，既是我的弟弟啦，侬不好要你死哦。侬要到你养下来，侬死过也不好死的啦，因为侬是几个妈妈啦。告诉你了。真正不显奴搿句闲话打动之心着。我从来没想到我是同你显奴的妈妈。哎，从此之后，真正不再猜。每一天坐在沙发里向发呆。世君啊，你会不会想我？你会不会来看我吗？套着你写的我现在是哪种心意？你会不会来寻我吗？世君。哎，世君的来着，而且已经大概到做公馆门口的，7岁的老电铃老响，吱吱。上头阿爸听见声音，窗一开，对下头一望吧，咯咯一下飞动斜口，这可就沈世君来着，显得臭是气着，窗乖乖喊，反正真，进入了个房间。小姐出大事体了呀！老想我再爹爹总归把人哈啥子了回去。阿爸，杜小姐又哪能了啦？我的沈先生来了。啥娘？南京沈世君沈先生来了。啊？沈世君来着？我不是已经还想世君啊，你再爹爹终于已经会得寻上门来。没想到我破进来呀！世君这是里来个啥？搿么急还是不急？伤痛不是儿痛，这爹爹终归要紧。搿么的哈，我该上去今朝做一个脸斗。想到该到上浪想起来，首长来门第，对镜子里向自家一口。露露啊，啥该个谁是你呀？一双大眼睛里像两只动着个开了个面孔了，脸上刚脸是吧，被一点点的血色，眼睛发色斗志没分，那也无衣裳着，再见没人伺候私用几万，无声一脸四周相比黑人嘎口，黑颜色水花子扎了家浪向，是。大厅浪向灰色灯全部在打开，望上去富丽堂皇。露露过来，马正咖啡上身体守定，看上去是好一位贵夫人。今朝的露露也演唱一出戏了。阿爸，杜小姐，你沈世君领到此地来，晓得。阿爸答应一声，晓得在心里想有第一就不能真我来到门口的门一开，我沈世君大胆里向。那么世君今朝哪会得来？哎，自从上午里向，当来真正两高头不欢而散，回到屋里向之后一想一二了，一想一后悔。那现在我真的他真正两高头一刀两断啊！两高头恩斗女婿，不再来往上。是，该枪司令我随便那也够得，你到屋里向，当然刚刚清爽，透露自家的一片真情。刚刚一句，不吃你个药，肾血动，毛病告诉。评委同志送到屋里向之后，一商量下来，够到上海，我要送到沈西友里向将军。那么一开门够到上海，沈世君趁枪势力，日里向我是自家养，辣辣一个常熟护士区里向都是个3岁，奔到了让常熟一个院长叫张雨清，哎呀，张雨清说吧，而且该枪
新婚一儿。一个太太是上海人，而且是小时间里向做的。加上世君马上会想着真正，而为是真正的。不灵心一打电话，当他真正这部小时间里向一问，就是单方面说这个真正老着死着不走着，也就够到相互里向神去楼空。那现在唯一的线索走去门内搂搂着。等到夜里向7点多钟，诺亚全部安排好困病之后，那么要紧够大概大红墙别墅。现在跟着阿伯两高的忙着离乡而来。该大的红墙公馆里向王知道人生，而且夜里向这个啥阴森恐怖，而且现在花岗上短草出走。到一条18岁的路浪向，大英鼻涕的孩子达到18郎的声音，呱啦送菜，呱呱呱呱呱呱，真正听见了，不知啥个代志，自家的心为了跟来这个皮摇声音了让贴动，给他们咋皮摇的，老老实话。总然呢是皮肌的10公斤孩子，现在与皮摇声音，高头来认出啊，阿位的是世君啊！你也来进宫，我也来进宫，快点去！哎呀，我哪会好了我的？我那一点的声音啊，不知世君冒着离乡而来。现在在给他客厅里向抬头一口嘛，这口气露露如何必须当中，浑身没黑之人羞红，我像一个红粉口绿啊！要紧平平气，踏上一步，恭恭敬敬喊一声：“姐姐。”沈先生不敢当。亲手，这那叫我沈先生了，叫本当将我世君今朝看上去面头不得白吃大事体，答应子一声，那里带个身体受定。沈先生，辰光不早了，侬到此地来有何贵干啊？啊，姐姐，今天我是来看真真的。看真真？侬看真真做啥？是这样的，像年前我和珍珍发生了一点矛盾啊，我回去想了以后非常后悔，所以今天我想明白到这边来，我要请求她的原谅，当面向她道歉。哪能要侬道歉？应该我向侬道歉。姐姐，我和珍珍有矛盾，怎么要您道歉呢？怪我呀！怪我哪能就做个妇女呀？姐姐，您别这么说。这个啊，露露。
既然那事体已经对恁娘子了，侬再到我屋里向来做啥呢？怀里的咯咯哩哩，老实的呀，不但是个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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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拍了闲话下来，抢得个世君一句闲话说不出，并自半日天不理解出一句。姐姐，我现在想通了，我和真真两个人的感情，别人是无法干涉的，您说对吗？不对，怎么？婚姻是离不开爷娘，那爷娘不答应，就算侬两家头蹲了一道，还不会得幸福呀。沈先生，请侬回去吧。这实在佩服心一多，搿么世君周女的，搿个是哪个想法？我今朝定定之夜要听听真正难当的交代。姐姐，今天我到这里来，最主要是我想听一听真正她的想法。可是随便拿不来是个啊！侬想外头真真？对，真真不辣哪里呀？她去哪儿了？哎呀，搿哪讲法讲？搿哪能讲法呢？搿么世君啊，那边那个子当才说过门到底口里难说，因为心里想老着一进门一个冲口吃。姐姐，难道真正他结婚了吗？就分享台里我都是俺问个呀，审视太君呀，侬哪能晓得结婚了啦？我是的结婚了是吧？一结也是一个冲口吃。难道他和雨欣结婚的吗？那么不懂得那弄出雨欣来讲啊，我也可以讲是个，将来事情收放，但是我不啦说句话，搿么是不是里谁要专门，搿么就搭啥人结婚？我总不见个搭讲搭中人了啦！哎呀，一时难尽。有了，沈先生，你等等啊！李先生来到房间里，辅导边个再出来水里向，都是19对半。沈先生，阿拉真正临走的辰光，关照我这样物事要亲手交到侬手里了。我就得把这个来辰光两只手瑟瑟抖，不知啥个么事。当心心，我就得把推开来袋里向一口没，哈，是不爱得着。自家当初辰光送拨了真正搿只订婚戒指，现在搿只戒指还在我手里向，30米里当我一点点欢喜侪没拨了。那么就整个狗大概打地来，他啥个回应？多此一举，实在多此一举。想对个老乡，人家会发对。朱太太，打扰了。听你声音啊，拉发抖，显得你上当了，露露。他定心了，嘿，不是那个，但是露露的是自己良心发恶了。啥子么想到是那直接就在想屋里来，我看你沈世君来了，看你沈世君拘谨，我实在连我不啷得了，而你为此真是啥都生了，我不理个讲紧手沟通。却是了一场世君，你像现在让俺开心得了天子起来，我还为你多高兴，我还为你多祝福，但是啥人晓得？其实我开个叫清水擦腮子，你都搿对相亲相爱的恋人，我不应该呀！脱口而出，世君。因为刚刚我现在这样讲来讲我沈先生，我现在该看讲做太太，你在讲我世君子，啥个意思啊？朱太太，世君，您还有什么事？听姐姐一声劝，
拉真正讲到没缘分呀！天下好事无方长，好姑娘有的是。侬下来还有好日子要过来。好日子，真正离开之后，我还有啥个好日子可待？跟大爷再等我几天。说太太，告辞。说我哈啦，我就身体忙着外头而去，打出作家公会。到路浪向，外头呼和风刺骨，但是现在士兵的心更辣。不于是指两只手，塞到大姨太太里向，他手摸上一样么子，心里向一顿，啥么子？红包子卡子。妹妹就拿出来对个只卡子蘸一口嘛。现在你个主人已经飞着，我还把了身边杀气，剁脱你吧！想在个老乡个只手高高举起，刚刚一动。师君，我不欢喜站着，因为夜光太硬了，看得眼睛都张不开。针子太温和了，没色彩。那么我欢喜啥？我就是欢喜红包的，因为戴了又漂亮又年轻。我欢喜，因为是侬送给我的。哪懂得出气？看见个只红包子卡子，往事历历在目，搿只手都不出气了。重新努力抱得大姨太太里向，一日一紧，一日一紧。但是现在辰光，士军搿个心像啥轻松自不是，因为我不必再挽回一桩不可能挽回的事体了。对，露露说得不错，看上去我大致真正实在没有的，让我走吧。